你可能從未聽過，歷史上有一位君王，佢做盡咗所有神眼中視為極惡嘅事。佢不單止建造異教祭壇，仲將自己個仔當做祭牲燒獻，連無辜人嘅血都流咗好多，耶路撒冷簡直變成血腥煉獄。馬拿西，呢個惡名昭彰嘅猶大王，最終都逃唔過報應。當佢身陷敵人鐵鏈之中，被擄到遙遠嘅巴比倫，喺絕望深淵中，佢終於肯抬頭望向天。聖經話，他在急難的時候，就懇求耶和華他的神。歷代志下33章12節，冇人諗過，咁大嘅罪惡竟然可以得到赦免。上帝嘅慈愛同憐憫，遠超乎我哋想象。馬拿西嘅故事清楚話我哋知，無論你過去做錯咗幾多，只要真心悔改，上帝永遠為你預備一條回頭嘅路，一份重新開始嘅機會。